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来看到伫台北市就会当食到家人的海产。台北永乐市场有一间海产饭的专卖店，店面敢若一间仔囝，也毋过生意有够好。这食材拢是逐工为家人卡马顶直接送来，有的是特选的海产饭，嘛有这个天菜虾、规粒的干贝，也佫有青的沙西米、花鸡，也佫有三文鱼卵。用料会当讲是真澎湃，头家拢是经逐工掠到的鱼仔，上介青、上介油的部位，来杀别位食无的海产饭，生意做较袂得去。中昼还未到台北永乐市仔内底，这个单就已经坐甲满。伫个无四平空间内底，头家骹手真美，无用咧处理食材，木耳切沙西米，木耳烘三文鱼。今日要食冻饭无？要食啥？那个隐藏馆的。逐工限量15份的特别版的菜肉饭，是老主顾一定会点的料理。想碗来阁食袂到，会合作特别版，就是为着要互人感觉意外。人客大概来拢会当食到无共的食材。为什么会隐藏版？就是没有照片，好，那每天买的食材不一样，好，那大部分的食材就以当天当季，好，最新鲜的来做成这碗隐藏版。特别版的菜肉饭料真澎湃，顶会铺各种的海产，互人看袂到下开饭。有油金肉质真软的三文鱼，色水较红、口感真油的乌昂肠，阁有红皮刀、鲍鱼、卤蚵仔等，拢总8、9种的海产。这些全部拢是逐工为家人卡马顶渔港直接送来的上青的海产。我觉得吃起来蛮新鲜的，对啊，甜味还蛮够的。Very good. Look like in Japan. In Japan,海鲜都一样的。 ，very nice. 60多年厝的蔡某人，人拢叫伊阿林西，高中毕业了后，就入来餐饮业，捌伫个5星级的饭店做过副头店。国中毕业之后，就因为对读书没有什么兴趣啊，他刚好有一个亲戚就是做日本料理的，那刚毕业就被那个亲戚带去学徒啊，那也就这样一做就做到现在快30年了。就安尼，伫餐饮界做要30年，日本师傅对食材要求，甲做料理的严格态度，拢对伊有真大的影响。像你东西做不好，他真的就把它丢掉了，对，丢1次、2次、3次，还是在丢，对，他就是不怕东西，就对，就要求你一定要把东西做好而已，成本都没关系。虽讲是菜市仔内底单位，毋过蔡某林甲因某也是甲当作餐厅认真咧做。食材爱青永远是上重要的，就是要互人客食到食材上原本的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